乌克兰与大多数西方国家一起在联合国呼吁中国政府调整对所谓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民族的政策，这是基辅在中共所谓新疆人权政策问题立场的一次重大改变。由包括乌克兰在内的50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声明中表示，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严重关切。这份声明是在10月31日联合国大会第3次委员会就人权问题举行的辩论时公布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个月对美国等国家提出的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发布的就新疆人权报告进行讨论的动议进行了投票表决，表决结果是19票反对，17票赞成，乌克兰等11个国家弃权。乌克兰驻联合国代表在投票的次日宣布，乌克兰改变了立场，支持美国的动议。美国等一些国家政府把中共当局破坏维吾尔人的行为定性为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主要的破坏方式有大规模拘押、洗脑、性暴力、强迫劳动、酷刑等。习近平顺利连任后，开启了他的外交工作。东盟国家被摆在习式外交的首线位置。除了越南总书记访问北京，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也出访了新加坡。习近平也有可能在11月中旬访问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东盟国家成了习式外交的重点区域。11月2日，越南共和国总书记阮富中结束了对中国的正式访问，这是中共20大后首位访问中国的外国领导人，也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13大以后阮富中的首次外访。根据2个官方媒体发布的联合声明中，双方在海上、经贸及反台独议题上达成了共识，希望进一步发展中越关系。越南、中国、古巴、老挝和朝鲜是世界上最后5个由共产党统治的专制国家。德国总理舒尔茨本周将在企业代表团的陪同下访问中国，招致一连串的批评。他在11月2日承诺，在此次访问期间不会忽视有关中国的争议。此外，舒尔茨列举他将会提到艰难议题，包括尊重公民自由、所谓新疆维吾尔民族的权利以及自由公平的世界贸易等议题。舒尔茨的访问引发反弹，甚至连他自己的盟友都担心德国会严重依赖日益专制的中共当局。欧洲联盟国家担心舒尔茨单打独斗访问中国将是寻求自身国家利益，但舒尔茨试图淡化这些担忧。他强调自己不会代表整个欧盟发言，德国外交政策只有成为欧盟共同对中国战略的一部分才会成功。中国联通、移动及电信等3家大型国企分别与腾讯、京东及阿里巴巴签署了合作协议，并设立了合资公司。学者认为，中共20大后，国企和民企合营计划正在扩大规模，明年将有更多的大型企业被合营。除了联通和腾讯，中国电信与阿里巴巴在11月2日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上海移动与京东科技在11月1日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合作范围与数据中心、云计算、大数据或网络安全有关。3家大型国有电信公司与民营企业的战略性合作，表明政府统治经济时代的来临，与20大报告所批评的一个统治经济时代的到来。秋高气爽，搭乘世界最长的旅客列车，穿梭在欧洲阿尔卑山的美妙风景区。您看到的可不是2列并列列车，它是目前全球最长的客运火车。瑞士雷塔恩铁路公司10月29日正式开通的拥有100节车厢的火车，全长有 1.9 公里。列车穿梭在阿尔卑山际间，带着乘客领域异域风光，成为沿途路人眼中的风景。有骑手还特意停下来拍照记录。行程从瑞士普雷达开往贝尔金，大约1小时，沿途会经过48座桥梁和22个隧道。雷塔恩铁路公司总裁介绍说，制造这辆火车是为了庆贺瑞士铁路成立175周年，同时也可以展示瑞士的工程成就。